搁为着台湾女性到打也无通达到男女平等的境地感觉见效。咱看英美欧洲各国的女子，毋但甲男性享受相同的权利，甚至女性伫政治也有相当的地位。这是特别100年前，1931年，蔡信参加台湾新民报办的议员模拟选举，伫台中原票当选，记者采访伊的时讲的话。这句话典型的是100年前的女性头人都有性别平权的意识，而且因追求的是对着欧洲、美国进步潮流。伫迄个时代，世界各种思想潮流拢来到台湾，嘛真侪重要的女性人物，像蔡信，拢出世伫迄个时代。咱即阵抓准台湾的男女平权意识，是1970年代出国留学的人早转来的。其实伫日本时代，就有一阵要求妇女权益的人甲组织。咱嘛会使问讲，迄时蔡信的女性意识是为倒位来的？除了伊读真侪册以外，我发现伊去日本读的学校真特殊。东京女子银行院校这间学校到大也阁伫咧。伊的创办人是一个女医生，嘛是女性主义者，结光明星，玉小家也有。结光明星会开办这间学校，就是伊要改变医学界对女性的歧视，要培养更较侪女医师。蔡信是头一个去遐读的台湾人，后来去这间学校读册的人有袂少个，像柯世贤甲谢娥，拢是为这间学校出业，因拢有受到结光明星的影响。柯世贤为日本转来家己开顺天堂，伊就开办裁缝班、捌字班，要提升女性的经济能力。谢娥是家己插政治，佮鼓励女性参加选举。然后台湾各地真紧就成立妇女会，这毋但是国民党鼓励的结果，是因为伫日本时代就有女性读册会甲妇女协会。台湾女性早就会晓安怎组织办活动，去台下顶演讲。若讲西方有无共阶段的妇女运动，台湾的妇女运动运动嘛有。日本时代的妇女组织甲男女平权的言论。伊安怎甲后来1980年代，搁在起国的妇女运动衔接起来？这是我咧写这本册的时阵想到的一个问题。若找有答案，会使互咱对台湾性别平权的发展，对台湾安怎变做即阵的台湾，会有搁较齐全的了解。写这本册，互我看到一阵生活伫传统甲现代交替的女性，因拄到虾米款的困难？因搁安怎拍破传统的束缚，行出家己的路？你若还唔捌日本时代的女性人物，因的故事真值得去熟悉。你若已经拢知影册内写的70人的人，这本册一定有写到你还唔知的事业。我用我的母语写这个人的故事，互因用生命创造出来的历史，变作是有本土气味、有温度、搁活跳的台湾故事。